啱啱過去嘅週末，Redwood City 喺市中心舉辦首屆夜市，2日活動有超過100個攤位進駐，約半數為美食，其餘涵蓋手作藝品同飾物等文創市集。舞台歌舞輪番上陣，為市中心注入熱鬧嘅夜市氛圍。活動由 Redwood City Canyon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 發起，發起人 Tony 認為夜市能凝聚社區同小商業，亦都希望亞洲嘅夜市文化喺灣區得到推廣。小商業都可以蓬勃啲啦，咁我哋亞洲嘅華人社區啲人又可以利用呢個 event 可以凝聚喺一齊啦，咁可以 build 個 community，咁我覺得好有意義。本次夜市由 OMG Entertainment 承辦，執行總裁 Peggy 謝表示，除咗灣區本地商家參與，亦都有嚟自洛杉磯、紐約等地嘅品牌加入。活動提供一個平台，俾大量美食、文化、藝術創作與舞台節目交織嘅多元素場景結合，營造休閒娛樂性高嘅夜市氣氛，為建立活力化嘅社區同經濟創造一個良性嘅循環。我們真的在辦所有活動的時候，我們在意一件事，就是是不是這些商家他們真的可以 earn 到 profit， 而不是說我只是來參加一次活動，隔天我就不見。第二個是我們的活動幾乎都是 street fair， 我們幾乎都是沒有入場費。那對，這個點其實就很不一樣，我只要進來花錢吃我想吃的東西，買我想要的東西就好。所以相對的對商家來講，他們的獲利也會變高。那對於我們的這些 attendees 來講，他們的門檻也不會那麼高，所以慢慢的就形成了一個生態圈吧。嚟自三藩市日落區 Taraval 街嘅糖水小食店嘅東主阿 Yan 同屋企人一齊嚟擺攤。佢表示近3年都喺參加各種街會活動，呢個係首次到 Redwood City。現場活動帶動唔少人嘗試性消費。咁我哋都非常多人流啊，非常見到好多唔同人嘅同埋文化都唔同咯。今日生意 OK 啊，因為我哋就喺三藩市㗎嘛，間鋪，咁我哋第一次出嚟紅木城啦，咁好多人都唔知係咩嚟㗎，就會買啲試下咯咁樣。展望活動嘅未來，OMG Entertainment 團隊同記者表示，期待未來持續同市府同埋社區合作，延續活動嘅口碑同動能，希望推出更多城市活動，喺宣傳亞裔文化之餘，持續創造對商家同民眾雙贏嘅市集，大家共享社區美好時光。天下衛視記者採訪報道。